神魔的武舅公的六太太的七姨妈的大女儿。啊，你女的？的男朋友毕信皮。2019小镇漫游年，整个全国我们精选了40个经典的小镇。那北港这个小镇，今天我们特别邀请了史风车剧团来这边做一个演出。希望这个我们全国40个小镇能够透过这个知名的剧团的演出能够把我们的每一个小镇的特色包括人文艺术、宗教文化等等的一些内容介绍给全国的民众。希望全国的民众能够利用这个扩大秋冬补助旅游的机会能够来到我们剩下还有好多个演出的一个小镇能够多来这边旅游，能够促进国内的一些消费。把这个武松打虎呢带来这个北港演出。今天其实现场这个3000多位小朋友，其实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我觉得看戏又去观光是一个最开心的一个旅游的方式所以其实也鼓励大家挑选你想要去追的一出戏，然后呢就到那个地方去安排一个小旅行。看了又看的戏都不会腻这样子。对。之前有在东市那边看过这一场，那小朋友印象非常深刻，因为说很生动，而且跟小朋友跟观众之间的互动非常的好，真的就是很好。如果在云嘉南附近，我们都跟着跑。小镇漫游的活动希望呢大家呢可以多跟我们的亲朋好友一起呢到我们台湾的40小镇去漫游好。